有卖厝中人业者23到台中市西屯的林酒店接买鸡，所有72个人昨暗买鸡刷了后，身体是无爽快。到其他日暗头送病院的14个人当中，有1个人较严重，11个人还在住院当中。林酒店也回应讲，昨暗有2000人开2000桌，只有集团有人无爽快。因那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稽查。会面内底哪像食物中毒的患者去用送去急诊的，因为人数实在伤济，该请原地游览车载因来病院。抽样检查、抽血检查。哦。对啊，检便检查，所以现在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啊。台中传出哪像食物中毒的情形，有卖厝中人的业者伫新竹的分店23组团去中部旅游兼办买鸡，迄天暗时住伫台中西屯的林酒店。不过25早起，小连续有人身体无爽快，腹肚痛、吐、甲流。到25尾仔为止，有14个人分别送去2间病院，其中一个44岁查甫人较严重，另外11个人留伫病院观察。都是在同一个餐厅里面用餐。那发生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用餐完之后，第二天早上才有症状的产生。用餐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每一道菜他们都有使用过，所以也没办法确定是哪一道菜所产生的一个情况。病院表示，这患者拢是属于急性的胃肠炎，可能是因为食食受到污染。因那酒店这边讲，第一时间有成立应变小组，嘛有陪同就医。因为拄好是年假的期间，酒店24暗用餐的人客是客满，因那实际上的原因也会厘清。我们全馆的宾客用餐的宾客有2000多人，对，然后我们目前有在积极的追踪关系，那目前的话是尚未接获到有不适的顾客。由于这次的影响人数较多，不排除责令该业者公善制备场所暂停作业，经过食安处复查改善后，才可以开始恢复作业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已经有派人去稽查，嘛抽验业者供应的食品甲食材，若验出病原菌，会以违反食安法，相当罚2亿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